乡亲啊，继续来看警政署，昨来公布到台北市警察局长的人选是警政署的副署长李世豪，但是讲内政部长刘世芳有打电话询问到市长蒋万安是毋是有介意的人选。蒋万安当时是选择到警专的校长彭永玲，但是最后却是李世豪有风声，讲蒋万安真不满。刘世芳是来背回讲，这是专业的考量。讲这沟通就是安尼，唔是100%大家拢满意，就是大家互相尊重。大甲嘛回銮行过彰化，为着要防止抢救的冲突，彰化警察局长彭永玲亲身来指挥，强硬风格让人印象真深。原本传出伊是台北市警察局长热门的人选之一，不过昨昏内政部公布，人选却唔是伊。现在已经查到李世豪来出任首都的警察局长，不过却传出当初台北市长蒋万安伫咧两人之间是上准彭永玲，而且蒋万安嘛哪一届强调，头先要考虑的是交通的专才，不过内政部回应，李世豪出任的原因是想要借重伊打压诈骗甲扫毒的经验。政府已经征询了台北市政府的意见，就要尊重地方的意见，不然所谓的征询就是根本就是糊弄地方哦。沟通就是这个样子啊，不是100%大家都满意嘛，哈，所以我想就是互相尊重。两位警官都是国家长期栽培的警官。中央强调，两人拢是优秀的警官。李世豪过去做台南市的警察局长的时，嘛捌协助维管大楼的地动救灾，甲当时的市长赖清德关系真好，嘛互台北市国民党的议员甲伊称作台南帮，怀疑就是找家己的人马。李世豪态度是放精冷，嘛要争取机会来拜会蒋市长。那个本来就应该去觐见市长啊，这个礼貌应该是这样啊。你看市长有什么提示，我再做报告嘛。那彭永玲是透过声明祝福李世豪转调局长，而且佫强调外界评论对警界团结是真不利，对外界批评拢会虚心来接受。不过掌管首都的治安，中央甲地方无共调，嘛互这个警官的人事案成做意外的焦点。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